个馆最重要是让我们的我们的青少年、我们的市民可以传承我们一个爱国的心。这里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说发展机遇，你说有哪一个國家像我們這樣子5000年嘅中華文化？有人會覺得自己嘅生活好幸福，其實我哋永遠都喺人同嘅中間，永遠有人叻過你或者你好。但係有一樣嘢，你嘅心裏面嘅財富係冇人可以攞走嘅。你嗰種對自己嘅信心，你嗰種唔抱怨，可以甘於平凡嘅一種歡喜心。所以人係要有個歡喜心，係一個感恩嘅心，有愛心。喺度有危有機，而家先係機遇處處。即係你之前冇一個諗法，成日覺得而家冇咩機遇。如果其實喺咩年代咧，你睇下，我哋淨係睇金融股票市場嘅，每差唔多10年或者5年都會有一個跌咗落嚟，大家又會上翻嚟。每一次喺你認為最危險、最或者可能係關稅戰啊或者其他嘢，都係會有啲人有啲行業會受到影響。但係我覺得你一定可以揾到嗰個機遇喺度，唔好睇小自己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長處。咁如果萬一自己真係冇咩唔夠人哋嗰個長處係點咧？你識得欣賞人哋，你存一個好心啊！你識讚歎嗰個人，真好啦！你幫咁多人，咁其實你都係有功德。十方來，十方去，共成十方事。萬人思，萬人捨，共建萬人願。這一番分享真的是獲益良多呀！